睇房時間，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32平方，空間感一流。房間設計為傳統商務風格，有適度嘅翻新保養。雙人床係真正嘅 king size 雙人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電插座，電視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採用酒店本身嘅電視系統。浴室空間亦都非常充足，但係比較可惜，竟然不設浴缸。雖然我個人對呢一點有啲失望，但係整體居住觀感依然良好，亦係名副其實嘅5星等級。